过分了！魏少妇怎么能这么说你呢？我就说嘛，还是邓大将军好。对，我舅舅比他好多了。公主，你就别添乱了。不过女父啊，你还真给咱们内学堂长脸，一个大将军，一个侯爷，大半夜的为你打架。是啊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以后啊，要是能有2个校尉也为我打架就好了。去，你们这到底是在劝我，还是在添乱啊？班女父，魏少妇在院外求见，不过奴婢按您吩咐的跟他说，男女大房不方便请他进来。说得好，就应该这么说。可是，奴婢看魏少妇行动有些不便啊。她伤得重不重？还行，走动倒是不成问题。既然还能走，就肯定没什么大伤。没错，师傅，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能心软。我娘说了，男人认错的时候就得熬一熬他，这样才能显出我们女人的身价来。对，师傅，你就应该先晾一晾他，让他吃几次闭门羹，他就知道厉害了。等等，我没听错吧？你们现在怎么不帮他说话了？他不是你们心里的火炬，梦中的英雄吗？可你是我们的女父啊，他欺负你，就是跟我们内学堂的女生过不去。对，师傅不喜欢他，我们也都不喜欢他了。对，秦叔，你回去告诉魏少妇，我们内学堂不欢迎他。对。喂。够义气，真是没白教你们。既然师傅也觉得我们够义气，那你刚才让我们写的小传，可不可以不用写了？你说呢？好吧。这么尖酸刻薄，难怪你就算跳进了湖，魏少妇也不理你。北乡公主，你总算来上课了。不过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挨训的话，赶紧闭嘴，回到自己座位上去。阿慧，帮我拿东西。阿慧，先拿别人当替死鬼，现在又在那儿呼呼喝喝的，真以为谁都是天生奴才命啊？你含沙射影说谁呢？我又没有指名道姓说你，别那么激动。谢谢你啊，阿慧。上次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送你进大牢的，我就是一时心急，所以……我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小户人家的女儿，天生就是应该围着公主转的。啊，不，我没那个意思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够好，但是这次我被关在府里，我真的可想你了。阿慧，我以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你了。他们都是只会见风使舵的人，只有你才是一心一意对我好的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其实真正对你好的是班女妇，要是没有她为你说情，你现在还能在这儿吗？我又不是没谢过她，我派人送礼过去，可她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连打发人说个谢字都没有。刚刚我进门的时候，也是对我呼呼喝喝的。公主，感情您害了人家，送2件礼就希望别人对你感恩戴德了吗？阿慧福伯实在当不起您的朋友，您还是另寻高明吧。哼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便久留了。锦书，班女妇身子还没好，还请你多多照顾她。魏大人放心吧，我们班女妇虽然嘴上说着生气，可这些天也从没忘了去照料萱草，萱草都长高了1指多呢。她呀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以我的经验呢，最多再过2天也就不生气了。再说姚女妇也在这儿，会帮着劝劝她。我把阿叔害得这么惨，只怕这一回连姚女妇也不会站在我这一边。你说我是不是太混账了？一心只想着教训她，居然连她身体不舒服也没看出来。
魏大人，别怪奴婢多嘴，您呀，就是在宫学当少妇当惯了，天天就爱教训人。您原来和刘女妇也是青梅竹马长大的，根本就没学会怎么和女人相处。你想想，如果霍将军天天像训手下那样训姚女妇，他会乐意吗？其实姚女妇也迷糊，也爱掉书袋，也不是十全十美啊。您想把班女妇调教得又文静又懂事又善解人意，那还是您的阿叔吗？那是第二个寇兰芝。也只有班女妇才能让您这样喜怒无常、伏低做小的。可不是吗？只有她才和别人不一样。兰芝啊，太后娘娘已经打发人过来说了，邓大将军是意外受伤，绝没有退婚另娶之意，所以这外面的流言你一个字都不要信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，知道吗？喂，兰芝除了打发人送些补品去大将军府外，别的一个字也没有提。这就对了。要想当大将军的夫人，必须得心胸开阔，即使心里有再多的不高兴，也要等过了年，嫁到邓府以后再说。喂，谨遵父亲教诲。阿姐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邓将军的事你听说了吗？走，咱们找他算账去。他是大将军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妇，凭什么找他算账？我现在真的好恨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姓寇？为什么要是什么京城第一贤女？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邓大将军？为什么一定要遵循什么妇人之道、贞义之德？别人的巴掌都打到脸上来了，我还得装大度、装贤德。我好恨，凭什么我对他百般忍让，他的眼里却只有一个班叔？凭什么那个外族女人能一步一步踩在我的头上？我恨他，我恨他，我恨。姐，恨他！你别难过，我替你找那个班叔算账去。别去！你嫌我们寇家丢脸丢的还不够吗？爹说的对，我要忍，我要忍到过门的那一天，我要忍到我成为了大将军夫人。可成了大将军夫人又怎么样？他的心里还是不会有我，而我呢，连回内学堂的机会都没了。姐，你别难过，咱们不嫁了好不好？啊，我送你回到老家去，让爹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亲事。我就不相信天下只有一个邓大将军。傻孩子，这门婚事是太后亲自下的懿旨，怎么能说不嫁就不嫁呢？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娘说过，你小的时候有人给你算过命的，你是大富大贵之相，肯定有一段好的姻缘。傻孩子，那些都是骗人的。姐，你别哭了，姐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你就让我哭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过一会儿，我又要装成什么事都没有，又要装得大度，装得贤德。班叔，这一切都是你这个狐狸精所赐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今天我给大家讲的，大家一定要记住了。下节课可是要提问呢，坐好了。
班女妇一直在宫里寻找有关西域的书。有关西域的书？不行不行不行！是啊。小的照办。兰芝，等大哥能上朝了，你再去看看他。喂，哀家知道这些天你受委屈了，不过有时候风雨越大，过后的彩虹才越鲜亮，你明白吗？太后说的是，兰芝谨遵教诲。那兰芝下月初，这宫里就不会再有班叔这号人了。滚啊！你又背着我干什么了？快说！姑娘别着急，这次奴婢精精细细的安排了又安排，绝不会再像上次一样虎头蛇尾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姑娘，他不是总跟您找不痛快吗？这次奴婢索性就叫他死个痛快。今儿是15，按规矩，学生们会比平时早1个时辰放学出宫，而奴婢呢，打听到班叔一直在宫里寻找一本叫《西域记》的书，便叫书匠连赶2夜，这样写，从关于他们当地的书记里摘抄了一些，拼了一本抄本。哎，姑娘是这样吗？《西域记》现在这本假书已经放在班叔的案头，依他那个急脾气，能不看吗？可是奴婢在那本假书里进了白灵水，等水一干，白灵就会自燃起来。而奴婢事先已经让人在班叔的书桌上抹了好几层桐油，而且包括乙班的课室里也抹了无色无味的清油。您说说，到时候会怎么样？你疯了！班叔又不是傻子，他就不会往外逃吗？逃？他逃得了吗？姑娘，昨天晚上混进内学堂的那2个小黄门是我的人，只要屋里飘出一点烟气来，他们就会往里面吹迷烟，先把班叔熏晕在里头，接着门一插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内学堂就着起火了，然后再嚷那么一嗓子，等到救火的人到了，那班叔怕也变成焦炭了。我看他到时候还怎么在你面前耀武扬威，我看大将军还怎么悔婚娶了她。谁让你背着我安排这种事的？姑娘，你想一想，只要班叔他死了，还有谁能威胁到您大将军夫人的地位？我寇兰芝乃堂堂女妇，犯不着用这种阴私法子害人。给我的书啊，谁送来的？小人也不知道，那位送书来的大人只让我把书交给女妇您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好吧，你下去吧。喂。阿叔，阿叔，你看见锦书他们没有？
西域记，班超著。对龙门一阙，西出阳关2000里若水。不对啊！怎么是湿的？这是怎么写的？漠北部怎么能和大若之写一块儿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师姐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！救命！姑娘，姑娘，站住！过来！叫你们过来！寇女妇，现在里面什么情况？一切都按碧玉姐的吩咐点了起来，只是里面关的不是班女妇，是姚女妇。那班叔呢？班叔在里面救火呢，我们怕被发现，就跑了出来。还不赶快帮忙救火！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不能进去！姑娘，走吧。救命！师姐，别怕，我来救你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师姐，让开！师姐，快跑！我不就是，师姐，来，走，师姐。姑娘，姑娘，您别管他们了，只要他们死了，以后就没有人和您作对了。只要再等一会儿，他们就会被熏死在里头。你让开！你再不让开，你信不信我杀了你？那你就杀了我吧。奴婢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姑娘您好，为了他们以后不再欺负您，为了姑娘能平平安安的嫁进大将军府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你就杀了我吧。你真的疯了！你以为放把火就没事了？班叔武功那么高，万一他没事呢？到时候倒霉的是咱们。那咱们就让他有事。姑娘，您不是说过吗？成大事者心一定要狠。奴婢现在就去找药，今天务必把他们烧死。公主，来人呐！有人放火烧屋了！快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公主，别叫！公主，别叫！公主，你冷静一点。你们放火伤人，这可是死罪！我要告诉太后娘娘去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去好了。只是到时候别怪我把你拖下水。你谋害班叔多次，早在太后那挂上了名号。这次内血堂失火，只要我说这火是你放的，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吗？你这是故意陷害！我也不想拖累你，可是这次的事实在是闹得太大了，都怪碧玉这丫头自作主张。
可是我敢发誓，这火真的不是我放的，我真的没有要谋害班叔的意思。阿燕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别把这件事说出去好不好？师姐，走！先救人要紧，这事儿待会儿再说。赶紧拿水去。师姐，撑住！小心！走！师姐，走，快走！失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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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来人！失火了！你们怎么了？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小心，不要紧吧？着火了！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你刚踢飞了一根着火的木头，火势蔓延到新进宫去了。不好了，后院也起火了！啊！快走，逃命要紧，先往外走吧。走。小心！师姐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本书怎么就突然烧起来了？一定是姚女夫不小心撞翻了烛台吧？你眼神本来就不好。刘烨，会师里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？其他人逃出来了吗？就我一个。感谢老天爷。糟了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救那些萱草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里面火那么大，不许你进去！我要进去！我刚才跑得急，我把书本盒子落在里面了，那是我母妃留下的。阿叔，姑娘。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你怎么来了？快走吧！啊，小心！难道萱草比你的命还重要？当然了，这是阿萱姐留给你的念想。上次我就不小心毁了她给你的画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用命保住的。以后不许再为了别的东西冒险，记住，你才是我最重要的。走吧。刘烨，快出来！怎么回事？我们撑不住的，趁我们不注意，进去拿出符了。啊！哎，你得跟不走，我去找刘烨。阿叔，那个学堂是你烧还是我烧？你快走！阿叔，小心点儿！知道了，你们快走！我们走。阿叔，在哪儿呢？
师傅，我在这儿！梁爷，你先别说，慢慢吸气，我带你出去。低头，猫脚。走。 走！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带你出去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快走！阿叔，阿叔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怎么样，阿叔？我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啊，你的病好了，可以碰我了。 我的病都好了，太好了！过来，太好了！刚才的事，你一定不要告诉别人。瞧瞧这满宫的火，事情闹大了，这可是要出人命的。算我求你了，别说出去，好不好？嗯。谁是班叔？我是，怎么了？把这个纵火犯给我抓起来！啊！等等，杜大人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班女妇刚刚才救了北乡公主，怎么就成了纵火犯？这女子和几个黄门都指认，就是因为她踢飞着火的木头，才引起兴庆宫大火。本座身为掖庭令，自然要秉公执法，将此女拘捕，交于太后娘娘处置。 啊，阿叔，那个木头真的是你踢飞的？当时太乱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杜大人，当时的情况真的很复杂，那本书莫名其妙的就烧起来了。班女妇也是为了救我才把木头踢飞的，她一定不是故意的。整个南宫都快被这把火给烧光，到底是有意纵火，还是无意为之？到时候自有太后娘娘胜断。班叔，请。 等等，杜大人，容我跟班女妇说两句话。来，你要相信，有太后帮你胜断，一定会还你清白的。这些人有问题，你赶紧去找邓志，现在只有他能护得住你，找不到他就先混出宫去。总之，一定不能被他们抓住。快走，我帮你断后。魏婴。 胆敢勾结女犯，放他逃走！给我追！还不快走！把他也给我抓起来！快点！不能下路！别打了！你们别打了！这魏少妇，魏少妇，区区宫学少妇，
你敢和本官作对？放肆！当着本宫的面，居然敢当众行凶！魏大人是天子之师，就连皇上见了他也要行弟子之礼。你区区一件掖庭令，在这耀武扬威什么？北乡公主，你折辱朝廷命官，本官要上告太后，治你重罪。多谢公主。杜大人，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做好，就算是刀山火海，魏某都奉陪到底。不过在下倒是想问一下，宫中大火蔓延，你不跑去救火救灾，倒跑过来抓什么嫌疑犯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寇女妇，你倒是临危不乱，内学堂都已经烧成这个样子，你还有空找人去告发班书？魏大人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真的吗？让开，快点！别跑了，让溜达，快点！小心点，快点！在这儿录啊！哎，在这儿呢！救命啊！快来救人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来救人啊！里面有人吗？有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太后娘娘凤驾在此，赶快救驾！你们再坚持一会儿，我这就想办法。阿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怀，快，太后在里面。太后在里面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快啊！来，往后退2步，用点力啊！来，太后，快！太后，太后娘娘！太后娘娘！救命啊！快来人啊！太后娘娘！太后娘娘！末将救驾来迟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娘娘脚扭伤了，暂时走不了路。那微臣就失礼了。太后来。快着点！水拿过来了，快！水那边，快拿点！快着点！太后，你没事吧？水来了！哀家没事，快放哀家下来。现在还不能放您下来，监狱还没到，您的脚又受伤了，再等一下吧。还好，只是扭伤，没什么大碍。放肆！踢飞的木头，叶庭令也没有徇私枉法，奴婢只不过送了他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罢了。姑娘，兰芝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阿燕，是我治下不严，才会把丫头教成这样飞扬跋扈的样子。我知道我应该带她去认罪，可是我丢不起这个人。要是东窗事发，我就完了，我们寇家也完了。阿燕，我会治她的罪，求求你不要。我刚才怎么就鬼迷心窍，居然威逼利诱起你来了？我没脸做你的女妇，你去太后娘娘那儿告发我吧。兰芝姐，快起来啊！起来！这件事情，我
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不就是一场意外吗？班叔那边有曹大姑护着，还有魏少妇帮忙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大不了到时候我们帮他说点情就是了。阿燕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没想到那本绢书竟然一下子烧起来了。太后娘娘，那本书必有蹊跷，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臣女敢以性命担保，班叔绝对不是故意纵火之人。兰芝，你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喂，太后，臣女离开寿安宫后，本来想回去拿点东西，不料却发现内学堂烧了起来。后来臣女就和北乡公主他们一起救火来着，可是突然之间，一根燃烧的木头从屋里被踢了出来，落在了旁边的兴庆宫内。后来听说兴庆宫也烧起来了。班叔，你对此事有何辩解？太后，当时内学堂被大火围困，如果臣女不踢走那根木头，只怕现在已经和姚女妇一起葬身火海了。没错，如果要追究责任，那臣女才是引起大火的罪魁祸首，请太后下旨惩罚臣女就好。师姐，不关你的事儿，明明是有人故意要陷害咱们。太后，只要能查出是谁送给我那本西域记，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哼，你如果真的清白，又何必心虚逃跑？太后，不管他们是不是有意纵火，可是南宫被烧毁了一大半，却是事实。宫中死伤无数，也是事实。如果不重重将他们治罪，何以正天威？何以赦天下？还请太后秉公处置。行了，哀家心里自有分寸。太后圣明。还有那宫学少妇魏婴，明知班叔是嫌犯，却仍然帮他逃走。不单如此，还打伤臣属下数人，请太后下旨责罚。不关魏少妇的事儿，是我逼迫他，他不得已放我走的。一派胡言！本官明明亲眼看到他送你上的墙头。行了，你们别再吵了，行吗？哀家被你们吵得头疼。班叔，现在看来，失火之事确实与你有关。虽然你救驾有功，但是也有纵火之罪。究竟能不能功过相抵，还要交给朝廷来判断。所以哀家要将你打入天牢，让廷尉来彻查此事，你有何异议？任凭太后处置。不过，我愿意以救驾之功相抵，请太后免于责罚魏少妇。你可想好了？你要是没有救驾之功，纵火之罪一旦定下来，你可是死罪。臣女知道。之前听霍桓说，你明明有机会逃出宫去，为什么又返回兴庆宫救火？臣女没想那么多，臣女只知道，身为女妇，一定要以身作则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行，哀家知道了。那就如你所愿，先带下去吧。喂。啊！